父母那是用慢做口解咧，想唔到啊，糯米老胡同没做得到吼，韩国佢唔讲腐菜意度老地图，也有係用慢做到嘅喏。另外啊，糯米、胡糖、老沙貝，哪一種最有粘性呢？看同學愛認真啲嘅調皮，聽說有乜嘅奧妙吼。卖够完了，30秒了不起是不是？我们1分钟，来转圈。除咗搞笑啲嘅賣公演，有黏黏嘅東西，有用辦搞遊戲咧，研究下落去看下傳統糯米條嘅比咩咯。同苗栗南片上嘅3億國中，係真實嘅客家國中哦。也特別嘅客家字體啊，唔單止係動效運動，還係全縣科學比賽嘅提名呢。所以講，佢係智勇雙全哦。看起來啊，叫每年嘅聲音來遊戲，聽眾會本人想唔到哦。同好大家好，我係思靜姐姐。思靜姐姐好。今日我哋會搞青島嘅遊戲哦，青好搞，會期待嘛？會。因為個主題呢係糯米橋，有影碟，馬該係糯米橋嘛？電影。我知道，就是用糯米建造的橋。按影碟，糯米橋係用馬該做的嘛？糯米啊。做在什麼？可以吃嗎？做在什麼？當然。做在什麼？做在嘛？不行。不行。按你睇家啲，人個房子啊、木啊係用馬該做的。水泥。水泥還用馬該？鋼筋。木頭還用馬該？雜草。雜草還用馬該？麥芽糖。連起來啊！按你水泥的功用係馬該？固定鋼筋。固定鋼筋。然後呢，我可以搞一個遊戲，來，大家來，過來，圍一個圈圈。然後同學，大家老右手舉起來，跟我們的老朋友給你填數哦。開始填數。然後就會先搞一個小遊戲，睇你家數填數列聽下。唔過做唔得填左右兩片三個人哦，兩邊數填在對象，沒做唔得中央哦。我是老姐打開來哦。它是進去的。然後等一下。速度填好啊，就會發現大家將大姐中央才聽下。廿個時間，大家最後冷靜地位，用廿個頭腦判斷。你兩件數都做唔得變開個時間，我兩班將這個老家特別打開來咯。廿個遊戲啊，是老基本呢個年齡有關係哦。轉過來。然後再下。哦，收到。哇，打開了！耶，同學給自己掌聲鼓勵。反應就輕巧，那麼難解開的結，大家就做得解咯。按你來分享今天嘅科學老師金章老師。金章好。各位同學大家好。鄭慶祥，台北市東山高中辦學先生，就會用講小課嘅方式帶出現代科學，係學生新冠度嘅金牌先生哦。金章老師，按你今天嘅糯米橋行愛用乜嘅遊戲咧？在玩其他的遊戲之前呢，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。好，按你研究來看 VCR 咯。金門橋呢，日本人認為講呢係糯米橋，而係天橋日本時代915年這樣開始做啊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間，地方人士呢，村外頭工作嘅時間，過嚟嘅人做本卷，過嚟片做寫嘅時間呢，你較組織轉過去啦，後來就談起來表橋，那表橋就為了落開嘅時間呢，但是我本一開始打造金模方片。楊家山呢，是小怪那露祖先啊，就交代那個講法，是咧等人呢，自家落去火把，而家去石頭，所以講你看得到咧，在石頭呢，大部分種東西啊，太夾火嘅火把嘅沙鹽啊，沙石個石頭，這個對量向慢慢用跳跑。了，我唔好父母嚟啊，7條嘅7條夾拍無法做嘅啊，就上到那老祖先開始發現到，是得用石塊、用胡糖、用糯米夾用啊，
哦，该是啥？也搅看下呢，是得做点夹拍的东西，还是将该拿来夹拍，变做那个黏的石头的材料，渐渐就将那个做好了，那个本身嘅弹性真好。哦，所以讲剃头嗰陣時候佢磨啱速度，尤其係覺得對方人哋攞住先對呢方面嘅機會。哇，上到細細粗口，伊要按到啲事，留到做工嘅指揮呢。不過大家係咪懂小一啲？做乜嘅用糯米、芋頭，還有沙貝來調皮，做咗啲推理父母奶咧？看下伊啊，唔就啲咯。大家應該看到糯米橋係用慢做嘅，錯嘛？哦。按嘿，我要問一個問題哦，糯米橋主要3種成分係嘛該？糖、糯米、石灰。按嘿呀，3種底度，嘿哪一隻跟粘性最粘呢？糯米。地下老师，这3种到底是哪一个最有粘性呢？各位同学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3种粉末？那现在呢，我都已经把这3种粉末都已经分配好了。这边呢有各10公克的黑糖、糯米粉跟石灰。我们的实验都用满洲嘞。我今天呢帮这一组同学准备了2杯的石灰粉，好，还有2杯的水。那我们现在请同学嘞把石灰粉倒到烧杯里面去，好，那水加进去，我们用筷子来充分的给它搅拌一下。按嘿准备2分就会讲比高，错嘛？对，我们要来比较一下有加热跟没有加热石灰的粘性。这样子我们要加热多久？原则上我们是加热到它水沸腾。哦，上宽诶，不用把它偏发嘛。黏黏的，可能变得高高的吧。是。沙丁，你看那梧桐树嘅窗口，唔啲梧桐树過後會產生乜嘅變化呢？很想吃，我觉得它会蒸发哎，如果蒸发之后会变成什么？你们觉得？就卡是吗？闻到香味我就饿了。同學，你對上寬咧，假下會發生乜嘅無可能嘅變化嗎？我覺得應該會先起泡，然後膨脹，之後就變軟膏，然後後面就會像那個市場賣那樣短腰。你說客家嘅板嗎？哎呦，同學，哪個嘢上聽到咧啦？會不會變焦掉的肉？焦掉的糯米，有沒有聞到大概無可能嘅味嗎？我覺得等下應該要去那邊接一點黑糖，為什麼？沾得比較好吃。好咧啦，我見上電視，呀哈，因為先撈糯米、芋頭，還有沙貝煮過後，將做啲比較出哪一種就係糯米條真正嘅粘性來源啊。不過，經過幾分鐘聽，三組嘅成果都慢慢地出來了。佢下糯米團像凍樣嘅樣嘅呢，沙定來看沙飛。沒產生變化了，是啦，看起來冇乜嘅重要，不過看起來像冇乜嘅粘性呢。前面係梧桐，像瓊樣冇乜嘅變化呢。看看是誰的粘性最強。來，我們請糯米組先，它有沒有粘性？有，粘性哦。好，來石灰組，來一樣拉看。硬硬的，然后厚，之後剛剛那高高的。剛剛那吼。好，那接下來來我們黑糖組。有什麼變化？說。沒有變化。老師，那同樣都是糯米，那為什麼一個加熱就變這樣，然後沒加熱還是這樣？這一杯是沒有加熱過的糯米粉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就成這樣？哎呦，還濺出來了。好，那這一杯呢，是我們煮過的糯米粉，是因為加熱了以後，糯米呢澱粉產生了一種糊化的反應，那也因為這樣子，它才會有粘性。那石灰粉不會有糊化的反應嗎？哦，因為它的結構啊，跟糯米裡面的澱粉不一樣，所以它不會有這種狀況。哦，那你就會講糖跟石灰粉都是因為結構不一樣，所以不會糊化。對，它們的結構的形狀跟我們的澱粉不太一樣。糯米團做半熱燒過後，分子之間嘅引力變弱，也該時節啦，水分子將入去糯米團底度，連結做樣嘅血，產生粘性，也嘅過程就喊做腐化。還記得㗎，引導嘅天數式遊戲冇啊？遊戲底度，大家參與下嘅時節，
其实啦，这种的糯米团嘅分子连叫做苗嘅形安样哦。接下来，大家有看到做蛋有比较黏黏嘅东西冇啊？冇唔错，现在教同学做也条动作嘅粗心复拍哦。准备各式各样嘅容器、筷叶、矽利康、玻璃龙胶、塑料味、做盐味、固发剂，还有动这样嘅小东西哦。先啲边嘅地度喷到嘅矽利康，安样啊？做啲防止顶下加入玻璃龙胶嘅时间唔会粘的。行个玻璃龙胶加好过后，将地掉嘅固发剂都喷嘅匀，沙丁啊，好似个动中意嘅花样，叫到玻璃龙胶地度。含做的加到颜料调色，前面等佢走过后，大家嘅粗心复拍就做好了。做好了，超漂亮的。天，这个忘记做了。我没有做完啊。忘记涂满了。请你嫁给我吧。怎么？你的一生幸福就交给我了。哎呦，同學，莫硬咁痛，大家水啲哦。也嘅聲音其實係味道強調固發嘅重要性，因為啊，除咗粘性之外，因為粘膏粘定之後，還會等佢走提升固發，按樣將做得完全老東西粘黑黑咯。也點啊，是當初要嘅哦。救一下，突眼金魚。做好了。經過推陳。看大家嘅作品係咪當獎啊？按見大家材料，製作得做出按這樣嘅復拍，大家看嚟係咪當上嘅吃過那咧？呀哈，調皮太飛要開始了。利用糯米粉、糊糖、垃圾粉，看哪一組就得調出最好嘅粘膏哦。我們先加。哦，對，好。先加。我們這個預備好了。討論過後，同學細心細膩調皮自家嘅比例，還有人有天資吃了詳細控音呢。看起來啊，大家都懂認真哦。要先按歸零鍵，2.23、2.24。你的感覺比較狗哎。沒有，我覺得好像可能有加熱的關係。有一點點。只是等於節奏。那我們10分一下就沒啦。哇，太嘎就用好了做。你要怎麼做？那我就先全部先攪那個糯米粉好了。其他都不加。大家混合。大家混合。就加一起啊。所以你們要先把它加熱，先調過就對了。沒錯。三位組嘅同學研究出新嘅方法了。大家記聽啊，我先攞糯米粉、糊糖、垃圾粉分開嚟煮，再過嚟調皮。哇，聽起來係當好嘅方法唄。按用多時間，製作嚟看煮過後嘅狀況嚟調整。沙丁就嚟看糯米煮嘅情況咯。然後這個當初是5比4比1，可是我們加了一個，我覺得2比4，因為超過8了，我現在有10回，應該有8比1，好8比1，那個是10回。啊，你那一組是不是那個？好像5比2，不過因為各有加，所以第一組就在8比1。澱粉的再各加2。結塊了，只有這個5比2的這3。我覺得你的 OK 了吧？沒有，它完全不黏。哪有？我覺得很不噴水耶，而且它不會黏。加糯米粉，太對，加粉。糯米粉才是王道，雖然會比較好吃。哎呦，阿妹哎，同學啊，因為做嘅係粘膏，唔係糯米團啦。哎呦，冇個搞咧。哇，也嘅時間有點成功了。糯米做嘅同學進度當家哦。是，我們已經很成功了。哇，掉下來咧！哎，冇要緊，過下3萬俾我哦。所以我們就是從中間加多一點，弄均勻的，老闆用盡。一開始是比例隨便混，然後發現呢，其實糯米粉要很多。可是我們加太多石灰的後果，超悲慘，很像發糕，你不覺得嗎？厲害啊！不要掉！30秒了不起，是不是？我們1分鐘啦！什麼？2、3。
连都个人没做对，你那挺好搞的啦。不过个人养的嘿，俩地图啊，还有一只秘密咯。而糯米团充分发挥养性功能，还注意一只小技巧哦。会拿东西表态落开，会发现啊，其实表面都会糊糊糊糊，东西自己在起里调颜，起里调色。用糯米团把东西的表面填平，东西表面的起里变短，起里就会变态。等到糯米团变糟过后，就会黏黑黑咯。大家有看啊，三组嘅调皮比例，糯米组係16:2:1，沙粉組係8:4:3，係成分最平均嘅一組哦。胡同組係30:2.5，冇攞沙粉嘅，很少咧。比賽再開始了，用鹽膏，攞總數嘅嗰啲鹽粒，挨過26個人就晉級咧，關鍵就係鹽糟嘅調皮，攞偏平鹽膏哦。比赛开始！一讲开始啊，同学是千面鼓啦，跪下做个新嘅歌上去嘅，看大家同力合作嘅样嘅，看起来都培养出多好嘅默契哦。不过，多大马上都得挨下叫呢。要不要往上？对呀，我压很大力。3比7比，加油！快，一起来！动作像强力胶一样，一定不会输的。三组都表好了，电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扎好忙啊！哪一组做得晋级咧？扎好重开，扎好重开哦！停哪个时间呢？3个同学就要把下面的手放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比赛开始，太赶数秒哦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。看到我眼歡喜，大家男跳下，從正件得到奧運金牌了呢！恭喜黑糖組的同學，還有糯米組的同學可以進階進階賽，進階賽開始！哦，原來進階賽做一樣韓娜才才個呢哦！哇，要是韓娜難呢？不過對啊，兩組得金牌其實當地人家嘅同學來講，哪有可能忘記掉呢？怎么会多成这个样子？我们只有这样子，我們就這樣。那還是用來耍手，好誇張。哎呦，不同組嘅同學啊，唔對個意思，要將正人講咧啦。研究開始了，倒數，看罵你，做得撐最久，做得得到第1名，好嘛？好，準備，開始。哇，想唔到大家電動叫嘅進階賽，竟然入下步就搬出輸贏咧。不過講正經嘅啦，糯米組嘅同學啊，實在係有實力哦，竟然做得啱叫呢。美少女组的来，你们的比例，你们用了多少？不知道，我们就是经过很多次失败，然后搞在一起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妈妈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哎，你们用了多少的石灰？你们的比例如何？糯米就是粘的关键，然后石灰就是应该是硬化，主要是让那个硬化。红糖应该是连接它们之间的牵绊之类的，所以就石灰加少一点。但是不加石灰的话，它又没办法硬化，又没办法固定。我们的同学讲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好专业哦。其实啊，石灰可以让我们糯米粉煮出来嘞会比较硬，但是呢，太多石灰又会太脆了。那糖呢，可以让我们的糯米粉煮出来嘞可以比较软一点。所以如果这2个嘞能够取得一个最佳的比例嘞，我们的糯米糊煮出来嘞就会既硬有韧性，然后又可以既软又会很有弹性，所以才能够造成这么绝佳的比例。我们给同学鼓鼓掌。就係糯米粉嘅粘性之外，
老沙灰我本糯米团变硬，老糖是为本糯米团变软，变还能有弹性。应该根据糯米做，做充分做多样的方法，将这个调皮出根本最好嘅酿造哦。哎，就根据他们。我们是糯米组，我们今天成功最大关键就是因为有这个帅气的队长带领之下，所以我们才能取得完美的胜利。开玩笑的，我们成功最大的要件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团结、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勇气。1、2、3，耶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实验组，今天做了很多实验，但是没像实验的失败。我觉得是出在我们太聪明，对不对？喂，真的吗？你觉得聪明还会失败吗？不要再坚持了。好了，没有开玩笑，虽然我们是很聪明，我就败在太急了，才会这样。好吧，我们太急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感想吗？太感动，精进了很多。真的，我也觉得我成长了。所以这一切都要感谢晚安少女组，努力。我要去打击犯罪。OK， 走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是这样。上道按糊涂嘅糯米粉、沙灰、老胡糖，經過調皮，咪做啲變做當場嘅釀造嘅。經過佢哋激烈嘅討論落興水，大家係咪有發現到可愛聲音其實當發牌，所以要好奇，想喺自己心。可惜吧，只有講唔出到嘅親密哦。看到好暗香書，雖然失敗咧，但係笑眯眯嘅。努力啊！大家都在壓地度，學到可愛聲音，當一次嘅精神哦。根本呢個遊戲老聲音，都係啲傳統讓糯米球嘅技術想出來嘅喲。條擺啊，應該攞住股貼附反應嘅漢字，從錯處壓錯，象徵下嘅精神，當住嗰個糯米球就冇人去探索。壓掉啊，是全部都係應該報哦。你的一生幸福就交给我了。真的有马吉的味道。我不知道，马吉啊，马吉不是这样做的吗？是我们做的。超悲惨，很像拔高，你不觉得吗？姜也会掉，哈哈哈。